来送一下，落来啦，紧无啦，啊要创啥？你先讲。你先讲，落来再讲。讲啦。不是为遐落来啦，够好耍的啦。哇，这大片的呢，全部拢乌油吼。这全部拢乌油，这4米整一支，4米整一支，这当阵是木子前全台湾阮家是上大的。翁啊！来，豆豆行，豆豆行。哎，所以你这真正会插哦。豆豆行。哦，你有穿长裤。我这条我真插。好。凤梨犬。你来啊！你来，好食好食，往来往来，你爱比，好食好食，好食好食好食。啊，是啊！阿鹏啊，咱即摆是即个宜兰这圆山遮吼，即块落做毛蟹布泡啦。哦，螃蟹冒泡。对，因为以前啦，你知道，伊涂骹会布迄个冷泉出来。哦，即摆看起来日头做美对无？但是水有够冰的啊。三温暖啦，冷关烧，下骹冷啦。讲要派人夫吼，因两个，结果先变着咱家己啦。啊，搁有哦，这鸡龟啊吼，你安尼看，几十个，这拢是阮。一口一口用分的分出来，你看分到即摆拢无开啊！内裤嘛单去啊！内裤也单去啊！你看安尼鸡龟啊，安尼伫后背，咱是边安尼布置啊？啊，我去较远的，我甲赶过来。赶过来啊！你赶过来。好，我在等你。先生，你莫动啊！哦，这我少年的来做就好啊。你敢有比我加我少年？大家来宜兰天气拢真好呢，真好诶，真好！你看，蓝天啊、白云啊，呢拿的天啊，呢袂歹吼。听讲要叫咱去洗迄个冷泉呢，哦，真赞呢！到位啊！到啊！毛蟹冷泉就是这。对。哦，这有两个娃娃就够水。等下，小等下哦，来。车嘛是要停好好水哦。毛蟹布泡到啊！到啊！但是你停车停淡薄仔慢。耶！我就是要落车。你是咧考驾照哟？你要停偌久啦？哦，水！哇，升水咯！大家进来，来送一下。哎，这两位阿伯哪会看起来面色？绕跑，迄看起来足恐怖。哪会讲是恁呐？来啦！你是讲要看到恁啊？我看到我嘛是足请的啊，你知无？顶回就是恁啊，今麦讲是恁。阮两个徛伫遮徛几点钟咧等恁。徛到要拍打哟。徛到皮要暖去啊！我看你泡刚刚足爽的呢。我跟你讲啊，伊 boss 讲交代爱甲恁变啊，结果阮家己伫遮糟蹋半个，分这鸡龟啊分到要下骨去。哎呦，辛苦啊啦！好，哎呦，辛苦，你要创啊？徛伫遐讲辛苦，落来啦，紧无啦，啊要创啥？你爱先讲啊。你先落来再甲你讲。讲啦。不是为遐落来啦，你是啊？你反应足紧的咧！你安尼，你保护家己咧！较好耍的啦！这有翕到无啦？你有一条为楼梯落来啦，你拖前的，为楼梯行。小等下足冰的，足骨的。小等下，想起迄阮阿嬷有教我教，安尼，莫用这麦裤啦。看到你哭一下呢吼，哎呦，我讲阮规早起的辛苦有价值啦。小等下，我会最后一个。这会寒呢。哎，你会其实我两个倒落来嘛是有叫啦。哎，我家母皮拢藏起来。安尼会使啊啦吼。哦，会使。好，等下我即摆要宣布咱今日任务。哦，
咱这鸡龟仔内面吼，藏着四丁纸。遐济鸡龟啊你那个吹出来，这个四丁纸拢吹出来了，咱再宣布今仔的任务。哦，我就想讲，哪有可能朴树互阮遮爽？啊哦，遐济鸡龟啊，要叫阮找四张纸。四张纸，恁尽量吹。无啊，但是吼，其实有诶足透明诶，会使看。你也知影做这鸡，是吗？对无？对，但是足济哦，你要慢慢看。啊，即摆开始吗？开始赶紧开始啊！开始啊！你也知影这哦，你唔知影阮穿偌辛苦咧。遮济球，小鸭无吧？不要哪找？这无嘛，这无嘛，这透明诶，看到。看透明的，看透明的。系啊。这无先互你。来， 1、2、3。啊，笨手先扣起来。好好。好来，有啊。啊，来先帮阮收集一下。我两边甲做伙。紧诶，八弟紧诶，你莫搁算来啦。偌一个啦。到位啦。遮无。遮嘛无。啊，遮嘛无。哎，我你帮你去，你看，你看水，你看，哇，你水哪里出来？哇，浮龙出水。哇，来金龙山，哇！哎，莫甲咱够算好无？记得啦。卖剩啊！加拿些，好利用，加。我，1、2。你会惊到无？你是袂惊？1、2、3。哎，伫遐无啦哈。系嘛，有可能你去遐看嘛，无要紧。就袂到因遐遮紧啊。系啊。八弟，你帮我一个。你要创啥啦？我想要哦。我甲你摸者。1、2、3。我咧有怀。你敢若无咧叮当？有啊！切掉！哇，切半死人！哦。想想。全世界敢若台湾有。好，再来第二句是。化水会见冻，真药唔惊会烧。好，这个物件，等下，这个物件生做这型的啊，敢若木龟安尼。所以这是一种水果哦，哦，看敢香龟还是？系啊，我嘛感觉做就是香龟。啊这，啊过来，伊的正名伫遮。这梨较少看，较少看这两梨较少看念的。有边读边嘛，有。傲娇。不是，OK。用水果 OK。全世界敢若台湾有，所以讲表示个咱应该是定定会看到，定定拄着。对啦。啊嘛定定食着。你等下你先莫摇吼，即摆咧地动哦。只是讲咱咧食的时阵吼，咱通常拢袂看到伊的原形啦。我即摆要宣布答案嘛吼，先互伊变过我紧。好，这个物件，今仔的任务就是奥摇。好，奥摇。啊，你们传回去吗？好，行。啊，传你传去，我头壳足红的。袂使，来。有一个阿伯呢。系啊，有一位阿伯。哎，过来，加油，加油！阿丽，哎呦，这是看咱头家吧？哦，你的车这些趴呢？哇！等下了，等下，啊，先甲阮等一下。哎，阮嘿，你好。派我带因来遮体验一下啦。我们知影什么全世界敢若台湾有的啊？你要了解奥药。嘿啦，奥药定下咧食啦吼，但是讲咱食到的迄个形，啊，甲伊原底安怎做出来吼？这个过程会使传。较无了解。而且阮还未看过奥药本人生什么款。是，带恁入来内底看。啊，你去啊？内底较济。好啊，好啊，
使这台要坐这只？啊，这会使坐无？会啦，会使。老大人开车哦，少年少年咧坐车哦。哎，你足适合的呢。啊，你对我行，咱坐对遐去。哦，来。哦，头仔车驶啊，驶。好来，好啊，驶。好得。哎，头哥，你这田偌大啊？产3架地啊，一架地哦。 3架。3架。全部拢澳油哦。这全部拢澳油，这4米种一支，4米种一支，这两种是木子田全台湾，阮这是上大片。恁遮上大片。哎，都足好奇的澳油，毋是拢在做山顶吗？对啊，边地嘛会使种啊，嘛是会当种对啊。啊，为什么4米才会使种一支，4米爱种一支，袂使种啊我？因为你中爱留一条路，留一条路，你要挽澳油，要采收，还是讲要入去内底？对啊，无你拢种到足伤过我人嘛惊。无啦，迄中央哦，留一条路会使翕相啦。哎，去遐足水的，完美打卡区啊。袂歹。啊，咱这阵入来内底挽澳油，为遮。你遮入来使。哇，这大片的呢！哦，而且你遮足清气的哦，环境足好的。啊，你种澳油种足久啊？今年种第6年啊。哦，头家我看你安尼菜安尼一条一条吼，所以讲这澳油本身是去定类的。细丛定类的，啊大丛伊变树啊。树啊。哦。澳油有分公的甲母的，像这有分公的甲母的。哎，这就是母的，像迄粒拢会使挽啊。头家，你看迄大粒。哦，这较大粒，这较大粒，这就是公的，这就是公的，这就是公的。这哪卡村有开哈？这内底就是大架生芳带伫内底。这内面？哦，架生芳是为啥呢？安尼伊才有法度带花粉去抹的授粉。哦，安尼澳油真正是足特别的，无怪讲这个全世界敢若只台湾有。因为这架生芳嘛，台湾才有。咱这第一位这种芳啦吼。对，伊的寿命足短，伊的寿命差不多1礼拜左右尔，伊若飞出来差不多1礼拜左右。咱咧采收是收母的，公的无。公的无咧挽的，嘿，公的负责播种的。对，这个公的家己一个品种。对，啊，母的几啊种？母的一种品种，哦，母的一种品种，公的几啊种？公的5、6种品种，安尼伊才会陆续，一直芳，一直飞出来，一直飞出来。啊，所以讲你若讲公的无共种，啊，甲母的配出来了，伊口味敢会无共款？无差啦，无差，食落拢共款，食落拢共款。咱若要来挽看卖啊，你来教阮要安怎挽？好，咱这阵来。公的无要挽，咱来挽母的。母你后边啊，遮就有啊，边啊遐就有啊。哦，遮就有啊。母会有几成？母会有8成，刚才2嘿，所以咱要收，比如要收母的啊。对，咱要收母的。我看到啊，是不是这？对，这都拢会修理啊我。哦，母的形体甲公的嘛较无共哦，较长高型哦。母的较长。安尼我来去找一个公的比较一下。好，你去找一个公的来比较。啊，若是要加要安怎加？你先甲阮教。是拢先加落迄涂骹，因为伊这有凝汁，对种汁嘿，伊有凝汁有无？伊加落有凝汁，放涂骹一个，啊，互伊退凝汁的瞬间Q 起来。因为迄只是捌着衫，迄足歹洗的，黏。会阿芳摕一只公的来比看卖啊。哦，摕这粒是母的，啊，这公的有共款无共款？母的较大，母的较大只。啊，尻川拢会开花啦吼。这是要互伊授粉好。授粉的时阵，你要甲伊开看内底。好，会使看吗？会使看。内底敢有芳，这嘛阿无。哦，这内底就有籽啊啦。有。看起来好食呢。所以咱要采收，就是采收这母的，啊，要出内面的籽。对。是安尼哦。这就是澳油籽啊。完全无收过呢。啊，公的内面拢带芳吗？啊，这我帮你摕。这敢内底有芳？对，讲到芳，公的内面会使带几只？这一粒内底好带3000至5000。哇！所以这芳足细粒的。哦。嘿。有吗？伊这无贵，像这也袂有，伊是强生的作物。你看像这一粒这个籽，等于一只芳的意思。哦，哇塞！这是伊的卵哦。敢若结
籽安尼哦，籽安尼。芳就是住伫籽内面啦。对，伊是入去内底放卵嘛，你芳是入去内底放卵，你内底放卵，啊伊等熟的时阵，伊惊遮出来，带这个花粉，这个就是花粉，甲花粉抓出来，啊，甲煮落，啊，甲入去内底好受粉。哦，里面内底是受粉，芳的迄个醋啊，煮啦，刚刚芳收的意思，芳收住伫遮，啊，所以你看伊这一粒一粒这都是芳的。哇，原来是安尼，哎，真正。啊，这就是粉啊，对，这就是伊的花粉。因为这歹种，你看这土地爱好，啊，搁爱有芳。对，这无芳就等于无授粉，你也像迄红色的迄无授粉，一种烦恼。无授粉就无授粉，差一个月左右就烂掉去。所以种恶药，所以种恶药爱有多一个时间点，多这。某的爱尻川有开，啊，拄好有这只芳好飞。我想要问讲，蚵药是规年冬天拢会使？有，规年冬天略略小小拢有。哦，所以这大面积就是拢满2届。敢有天气的问题，什么时阵算大水？就是钓时。 7、8月、8、9月算就是，某尻川开的时阵就是钓时啊啦，是不是？就是热天拄好热天，大家爱食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某会爱生到偌大，像这手安尼赶快断对无？差不多手赶快断。你有甲你看，伊这花点这啊变黄色的，黄色的嘿。啊，你甲订很进8万安尼，安尼就是够色啊，嘿，安尼就是够色。8万，哦，啊，这地头有较乌香，安尼就是会慢。青啊，安尼恁知嘛？知啊，到某的，你莫甘掉的。安尼就是讲迄卖家到某的。甲亮哥一组。好啦，我甲阮哥哥一组。好，你。阮哥哥，阮两兄弟。这粒咧。 敢若会使哦，手掌会使哦吼。哦，来咯。嘿。哎，哦好，真好地这。放涂骹，等下咱会记得转来捡啦吼。啊，这粒水啊。这会使吧？这粒水啊，好，啊无这粒咱甲剪落。安尼几粒啊？要先捡一个无？好，安尼我先捡。诶，我拄则加拢等伫倒去啊。阿兄。 我帮你去上，因为遮翕的真正有够水。因为汉尼几时来遮吼，哦哟，哦，啊而且搁北部，哦，这真正翕起来足水的。对。你要加你足无闲的，薪水小偷就是安尼。吼，我知你的意思，这种感觉对唔对？对，就是你真正足够加身的，哦，厉害。好，水，哦，尻川念大腿，赞。偷懒组。 因为伊讲吼，伊这挽落了爱等咧涂骹嘛，啊，阮就去后壁捡伊落去涂骹就好啊，对无？啊，你一组真正就好的，但是咱嘛是爱有一个画面，爱画面。我看到一个会使办的，对，加一粒就好，等下去提因的，听下先。安尼就讲加足多。拄好我看到一个，哦，这个，你看，这个你看，小甲你，哦，这个会使，哇，有大粒啦，你看这个，哦，你看地头遮。 白青的，有无？较开，青色的，有无？啊色，较点较大安尼，白啊长有无？这粒，蛮足多啊吼，这阮第85粒啊，加落。等下，要不？啊，1、2、3，哦，看，老汤啊，有老汤啊，哦，老足多呢，这老林啊啦，你看老林啊，老足多，就这林汁。 无过讲爱放去涂骹，啊无先放去涂骹。无摕过去放去因的涂骹，啊甲汤老了摕起来。好。老哥你好，辛苦啊！辛苦。我讲捡一粒啊。来，阮来安尼。放去涂骹。放涂骹互弟恁啊。哦，要先放咧放。啊，恁来放去涂骹哦。 有啊，嘿，阮就放涂骹，即马摕倒来，这拢袂歹吼。啊，你位都慢过来，我去看嘛，恁遐有坐无？有啊，阮拢捡过啊。恁拢是慢食哦。系啊，我拢捡过啊呢。头家讲迄边较多呢。倒位？迄边啦，哎。啊，遐一个，你拿咧涂骹，紧点。哎呦！哦，哇，这多呢。 遐一个，你拿咧涂骹，紧点。
哎呦，哇，这多呢！辛苦啊，辛苦！这辛苦。哎，恁真正袂见笑呢。你有看过薪水小偷？有够袂见笑的。哎，我叫掉。到底要换冰多？哎，我加这多，我加这多呢。哦，我加这多。你看。哦，我真正足辛苦的。啊，你那拢空手哈？对啊。我话你叫伊啊，当然嘛空手。哎，演这嘛足忝的。辛苦啊，辛苦大家啊！哇呢！头家啊，这是啥物啊？哇，啊，这是好啊，系啊。这就是要互恁下皮。哦，下皮哦。这板等下先下皮就对啊。嘿，安怎写？较正确。惊甲你写唔对，规拢无去。哎呦，安尼写。用烤的，用烤的呢？有啊，用烤哦，的。足青的呢，敢若青。酸瓜你这皮足厚的无？这皮厚啊，皮足厚的。系啊。因为迄皮嘛唔是重点嘛吼，所以使加写过。你若写较厚一个，伊就较简单。嘿，咱要爱是伊内面的籽啊。对。迄足像酸啊青呢。对，这就甲人唔知拢当做酸啊。对。落头写安尼，啊，甲头尾啊切掉。等下要切掉啦。嘿，这要切掉。切掉遐唔免写。哦。等下中破一刀，一刀。免切断。就是安尼。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放遐，即摆过来就是要改过来拍。哦，啊，啥上后切？切到伊啊，开过餐厅。对啊，中国山。凉兄开过啊。对啊。啊，切上轻松啊，切。对啊。来。啊，你唔好写着手哦。开始动作。来，手要细腻哦。对。哎。啊，有啦，哎，准备烧安尼对无？对。你到这个地方搞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搞破一遍，安尼就好。对，安尼。啊，伊这爱泡偌久啊？你啊切干安尼？对啊，切到安尼，即摆就是变切安尼落去拍，拍1工左右。啊，好等哦，这嫩的时间会使变。伊一工就嫩啊，对哎，我看你后壁迄工有拍好。对，迄就是这长处理的，长拍的。你即摆就是要拍，要互伊变嫩。伊这头前这是这壳是定的嘛，啊，这就要互伊变嫩啊。已经嫩了，哎对咧。敢若牙齿咧。啊，你即摆要甲伊变，就是头尾甲定落去。安尼为中安尼哦。对，头尾甲定落去啊吼。啊，即摆直接变，在边仔变。哦，安尼啦。为这坏的遮，为坏的变。对，变过敢若花，就是变花。罗汉果。哦，哎呦，开花哦。开花啊！所以咱咧食迄乌油，主要拢是食这籽的物件嘛。籽的外壳的浆。伊个浆是伫籽的表面，嘿。啊，咱即摆这拍到大的时阵，啊，甲落去烤起来，烤出来。烤出来，哦，这个籽安尼。不要烤，会使2粒烧先卤。哦，先卤好，卤到无法度卤的时阵，用迄汤匙啊，甲烤调解，安尼就完成啊，嘿。啊，咱卤伫内面吗？卤喺汤内底，卤喺汤底，哦，直接安尼哦。安尼甲卤。哦，哎，对。安尼就落安尼。对。哦，足好卤的咧。你安尼先卤，卤好伊要无籽的时阵，甲摕迄落剃条根啊，甲落甲伊收收落。嘿。哇，你这籽有够济粒的啦。这粒的。咱烤啊差不多。差不多啦，规汤满。咱来洗乌鱼。哦，上重要一步。来，咱过来吼，过来把手套带起来。手套挂起来。手套。洗乌油，我看到这是拢爱用这水哦。
这啥？这就一般咧啉的迄落啊。凤爪水吗？对，伊这水要有矿物质的水，才会结哦，还有冻。控制哦。对啊，用纯水伊洗袂结冻。哦，啊水倒水嘛袂使。水倒水会使会使的，啊，不过口感有差。有差。因为你蓝的甲白的水无共款。无共啦。啊，然后咧，啊，咱把这个煲啊提起来。这是布哦。布啊。啊，敢若足油的，是毋是较早有人用什么丝啊布迄种的？迄嘛会使的。这就是啊。哎，这袂啊，这你会穿的嘛？这会使啊。啊，这个倒落。甲倒落去。哦，我甲倒里。倒内底哦。还有全部拢倒落去。哦。啊，后壁拍一个角，水就袂流出来。哦。像像安尼一丝丝安尼，会当洗几碗后壁安尼啊。我这会使洗到80杯。 80杯。安尼80杯，一地80杯，会使洗80杯。安尼无怪你要进奥油。系啊，安尼你讲这一包差不多20克。 20克。就差不多一粒，拄啊，迄差不多一粒丁的。一粒80杯。啊，这摆就把水倒落去。豆浆吗？哎对，几罐的水拢倒落去。几罐？罐来哦，菜罐。菜罐。好。 正常我咧洗，你先甲放入去，甲电好淡，电好淡，你啊浸过2分钟以后，伊籽会降起来，因为伊迄籽是干，伊会甘水啊。啊，遐阵开始落去电佫较紧，可以去收一下，伊讲伊会浸起伊会降起来。像阮两个安尼，咱两个本来是就散的，啊，浸着水，去就一浸就。你两个泡水泡伤久。啊，伊迄浆就是伫籽的。 伫表演，有，我即摆咧摸啊，已经想想啊。哦，恁阵开始家己拢啊用蛋，用双手蛋，用双手蛋。用双手蛋。哦。哎，这个手的感觉，这个手感，嘿，足袂歹的呢。开始甲蛋，你刚才算迄个，较早咧算迄种玩具粘土迄个感觉。哎，有黄去哦。黄去啊吼。要洗偌久啊？爱洗偌久？正常拢差不多10分钟以后。爱洗10分钟，哦，10分钟就洗啊。啊，会使安尼恰恰安尼无？哇！你另外洗失败。安尼失败，歹势。出浆啦。爱像伊安尼伫水内底甲蛋啊，足紧你看伊拢开始咧起泡啊。啊，芳那会足够洗哈。哎，我真正拢不破啊咧。对啊。喂，我哪会开始有迄个？哦，你完成80%啊？80%呢？哦，你足够洗呢。啊，芳较有力哦。你是真正认真像说洗衫安尼吗？ 哎，一直甲戳啊！对啊，伊甲蛋。我连要食你整碗，看起来最好食的。OK， 我感觉我已经完成啊。对，你安尼完成。好，这叫是咸了。这叫啥？这是芳还是咸啦？就问你这芳是几岁啊？我是 boss， 为着广大的民众，请您翕一支简单明了的创意短影片。 教大家安怎分辨奥药的真假？要走！安尼背安尼，淡薄歹去呢，这只蜜蜂。应该是爱咱教一寡民众安怎去分辨啦。是，没错。安尼，阮拄好专业的来，会使拍啦。对啦，阮来拍一张。安尼差不多完成啊，恁拢完成啊。哎，这完成，咱赶紧来做后一个任务。好，你甲这甲倒落。啊，倒去了啊。 完成，水啦！好，科学小教室开始啊！今日要来教大家安怎分辨真的奥药甲假奥药。你会晓？会晓啊，但是咱爱用咱上厉害这拍影片方式。无问题。所以今日我这个剧情就是讲吼，咱当下是一个来遮食奥药的人客。嘿。啊，这时阵两个头家，讲这个时阵来，等一碗奥药给伊，伊就开始咧头脑就想讲，到底倒一个是天然的，啊，倒一个唔是天然的，对。伊就头就听一直想，到底要安怎了？啊，听一半了，我就咚，我就出来。哦。敢若一个神同款。来，3、2、start！ 头家，我要一碗奥药。耶，来哦！哎，人客，你要来奥药来咯。好，卡。
啊，头拄仔迄亮香有较暗，我较暗吼，啊，才有一个影穿，你搁帮我徛搁较出去。哦，穿啊吼，安尼我对抗呢，做下来。三二 start。头家，我要一碗澳油。哦，咱客你的澳油来咯。头家，你的澳油来咯。头家，我要一碗澳油。哦，客你的澳油来咯。头家，你的澳油来咯。哈，这样弄我都觉得这是天然的啦。人客啊，我的澳油这是天然的。这个秘鲁，阮的澳油不但纯天然，而且是传统手工来制作的哦。啊，我分不出来，我分不出来。你要小心哦，我的孙一定会讲我讲。上来给我救啊！快来甲你叫，把博士教你两招分辨天然的澳油。天然的澳油放在水内底会浮在水中，毋是天然的澳油放在水内底会沉落去哦。天然的澳油唔惊火烧，安怎烧拢袂扬去哦。毋是天然的澳油，火一烧就扬去啊。安尼你就知影安怎分辨天然的澳油，甲毋是天然的澳油。多谢博士，安尼我就知影要安怎分辨是天然甲毋是天然的澳油啊哦。是的啦，啊就是成本的问题嘛。啊，我嘛想要做看卖啊，安怎做较是较天然啦。是要紧，天然的做法足简单的。你想要系啊，我你教。好啊好啊，好好。来哦，来吃澳油哦。哦，棕色的食饭啊！就青草的呢。哦，这就是澳油的料理，这澳油面，澳油面。哎，澳油会使做面。做面哦。烧澳油，烧澳油。澳油麻婆豆腐，对，啊对啦，精油唔惊火烧啦，袂扬去啦。这真正是麻婆豆腐呢。这算讲是创意料理，啊这位是，这是这是我的查某囝。你还该想一下啊！你是刚刚生过的嘛，还该想一下。爱想咱一家安怎称呼哈？莹莹。莹莹啊，莹莹有代记者。对啊，这拢你营营设计啦。莹莹设计啦。咱的商品都是希望那个大家拢好食到澳油无共款的，所以有澳油做的胖，澳油做的麻婆豆腐，啊，还有澳油做的面，迄胖点头还有藏澳油剂，嘿，啊内底有肠啊，嘿，你头先食。我知影你这设计概念啦，就是迄个胖会使为遮分去嘛。哎，这胖有胖哦，阿胖。这胖这胖呢，哦，伊有食着蒜头的味。你咧加的时阵，你就夹，迄就是迄个爱油籽，啊加落有增加伊的口感，较 Q 溜啊。哦，爱油籽。哦，原来澳油籽是放在这面包内底。迄是无洗过哦。无洗过哇。哦，无洗过。洗过，咱头做氯化亚肥，嘿。咱的澳油面是迄酥澳的冷泉面，哦，咱食起来够较 Q。会真芳的吼，真胖嘛。算讲这面内面本身就有澳油籽，澳油籽落对呀。对。哦，这一粒，这就澳油籽。对，就是比比宝宝吗？不是就是烧的。啊，就澳油一头一面吃吼。对啊。你敢若有讲，敢若无讲？无，就是敢若啊，我知影，就敢若咸的汤圆啊，共款迄种感觉啦，就是你知影这个物件，伊其实是甜的，但是煮咸的了嘛是好食。哎，有种一种味觉冲击啊！我感觉伊嘛，你若莫甲看吼，你敢安尼食，嘛做成豆腐的。对对对。对无？有。好。脆豆腐。哇。哇，哎，看起来够好食啊！你食看卖？我嘛要食，我嘛要食。阿汤做甜的凉拌，嘿，这是大面，阿汤做汤的。所以澳油唔能干那食甜，食咸嘛会用的哦。澳油好食哦。食冷的、食烧的拢会使。食烧的啊，食甜的拢会使，对不对？哦，最厉害的。品质好，唔知安怎食拢会使。对对，啊，我无想要看头家安尼。头家怎样提点？来，我无想要面对，无想要面来，种辛苦啊！恁头家交代我用这个信封互你。boss 有过来啊！来啊啦！我食饭呢。特别拢是这个时阵，等你欢喜的时阵安尼。系啊。好来，啥物？请开发有宜兰特色的澳油创意饮品，加上创意料理。嘿。好，我爱翕甲
澳牛有关系料理的底影片。哦。要教大家安怎伫厝的家己用澳牛的原料做料理。哇，啊，确定呢。你会晓做料理吗？其实伫咧厝嘛是有咧煮哇啦，这摆有淡薄仔啦。淡薄仔啦，嘿。系啊，啊重点是因为因的澳油是会使煮的嘛，这足特别的啊。啊，即摆现到有一个足好的中现伫遮，啊，所以讲咱的任务就是讲咱要安怎进一步配更较。嘿，啊是一个嘿，啊你最枵的吼，第二碗我有咧看。我一直在食。你先想者。你是无你真正食正，你可能就想会出来啊吼。但是无要紧，我甲你讲另外一件代志。嘿，其实咱的 boss 吼。有一个金龙庙，金龙庙个，第你啊吗？你知影？你顶下摕出来，有比你底下就对啊。无伫我遮，但是我知影要倒位出的。好，我唔知插你倒位去。你应该较早讲的啊。那金龙庙个，才有你足轻松的。伊的金龙摕出来内面拢是伊的撇步，安尼咱就唔免想遐尼济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啊，但是爱去倒出，你知道？唔知。我带恁来宜兰一个迄个豉芳的。豉芳的？豉芳的人家。起胖的，你讲，今仔日我叫人夹到迄个好起胖，起芳做面的所在。好。哦，啊，伊迄金龙就藏伫遐。安尼哦，芳的危险嘛袂危险啦。袂啦，去食我带恁来。好，来，喊休息咧。豉芳的人家啊，吼！哦，足侪芳香的呢。哦，你看这个芳香。而且有一寡蜜的味吼。boss 的意思吼，嘿 ，boss，因为咱要替人设计这个澳油的这个。澳油。嘿，澳油加这个芳味息息相关。Hello，大家好。来了解一下。好，看恁家吼，你好，安那豉芳，好，安那做面，安尼好不好 ？OK，啊，我家有这，好，面罩哦，可以保护你们的头。这中价人的用嘿，中价人的用的。我家，你也惊？我就安尼啦，我就安尼。你就安尼，安尼拄多好咧。啊，若是我想要治，我就安尼。你又帮我包过，安尼做会使好不好？啊，安尼就免无啊。你看 Amber 都无咧搞惨。伊咧无用我的代志。Amber 咧想讲，我这个胖一定就歹控制，恁讲比胖哥啊歹控制。比胖哥较小。比胖哥较小。阮免啦，阮就是要来遮好定。这是一个过程啦，嘿啦，爱经过一定爱行，爱面对啦，嘿。等下一个顶目睭，一个顶鼻啊，好不好？定了变蜜蜂人无？没。胖寿即马是几年啊？阮已经在地采芳已经20几档啊。哦，20几档啊。好啦，安尼因为 POS 应该有交代任务互人，对无？啊，我们即马咱就来采蜜。哦，去看蜜啦，行。放会定无？会啊。阮的蜜芳是有改良过，这种会较乖。哦。而且你看，阮阁有用这叫分期。哦，分期啊。该喷喷的蜜芳就会感觉头红红的。讲。咱才会使去摕因兜的芳蜜出来。哦。芳的片啊，算讲足灵敏的啊，足厉害。因为因兜无人咧食薰，伊无介意这个薰味。哇！因拢改薰啊，就对哦。哦。这几万只有哦。差不多一箱2万只。2万只。2万呢？2万呢？咱安尼亲门大户，伊佫足乖安尼哦，吼。混烟哦。这就是因为有改良过，无改良的背起来甲恁订。无啊歹的对吧？嘿。哇。好，啊，咱即马摕一个蜜较济。哇！这个已经转芳，这有迄个日头照的时阵会琥珀色的，就是后壁这下面这对无？唔是，这是花粉哦。下骹这是虫宝宝。哦，虫宝宝。啊，顶头这才是芳蜜。哦。即马芳蜜是着时的吗？还是一直会做嘛？对。看每一个季节花开了无共款。即马这个时阵大概是什么味的花？即马大概是柚仔，柚仔花，伊会酸酸甜甜，水水软软。
水水软软。两米咱要食旁边进前啊，阮小姐做一个表演，表演special 的，来，伊会甲面芳请转去。哦，要叫因食薰啊你要创啥？你要创啥？你要创啥？你莫弹过来，你弹过来我会走。你伊要甲面芳请倒转。哦。什么车倒转？干那请。请等去啊。哦，请伊等去收。落雨，哦，芳雨，哦，照多。啊，阮就徛咧卖动就好，对无？嘿，对。你袂尴尬吼？袂。哦，袂尴尬。袂尴尬。咱是好人，莫尴伊尬。袂介用电的。嘿，伊是用电的。嘿，啊，啥好那一寡咧涂骹？以前拢嘿白头啊。因为迄是年岁较少的，伊也袂晓飞。哦，是哦。是哦。啊，你要用白啦。我即马才知影。伊的时还袂好就对啊。嘿，伊的时也袂定。这是不是沿这个楼梯，安尼慢慢爬倒转去？对。哦，了解。停机板。哦，手扶梯啊，那个楼梯啦。哇，足够水呢。会使食。会使食哟。好，来。好来。哇！这大。哇！安尼我家己摕我。哦，安尼我知。哎，就好啊。哦，这会使甲我。有人要甲我饲无？哇！好，姐姐甲你饲。姐姐 Amber 甲我饲。妹妹甲你饲。我看这我袂去。来。哇！我是要偏的。啊，我用安尼一丝丝啦就好。哦，伊这个味吼，唔那是足甜，啊，但是咯，落嘴的时阵，你嘴上小可酸酸的，有迄油啊味呢。嘿，油啊味，这个油啊味呢。唔差都淡薄烧烧，吼。小小。啊，你这样食了后，你偏啊讲呢？有这种香味。回芳。回芳，啊个我会寒安尼，小等下。啊，一个问题，这个吼，加起来敢若像面糖的，这梗是食的。这无食。这唔好食，这是什么啊？这叫蜜蜡，伊起厝的材料。蜜蜡。蜜蜡。啊，你要咸鱼哦。哎，咸鱼。你先配个食。哦，蜜蜡袂使食。哦。啊，即马旁边咱食，咱来完成 BOSS 交代的任务。哦，对啊，袂记你啊。BOSS 交代任务伫你啊，今日咧，咱有2个任务，啊，一个咧是采花粉，然后一个是采芳王莲。芳王莲哦，安尼阮2个，我甲东啊，阮2个跳2组好啊。跳好，我甲你分开。你会惊芳嘛？对，我惊有淡薄仔密集恐惧症。啊，你就去找芳好啊。我去花粉啦，好无？花粉好啦。花粉。哦，因为我是花嘛。你是花啦。我是花啊，就是采花粉。你是迄个牵牛花。我甲你地共款的，无啊无，我甲你来采花粉。我甲阮哥哥，阮来去迄个。采芳王莲。芳王莲啊，哦，阮2个唔惊定的，好来。好，来。好来，请转去。来，即马要安怎看？咱即马要采花粉，啊，我即马要等迄蜜芳，迄炸花粉转来，所以我先看卖。哦。看有芳转来无？伊是安怎炸花粉？是骹还是手？你骹，伊的骹，吼，一盖会使炸2粒花粉。哦。不过2粒花粉，蜜芳就差不多爱采50蕊甲100蕊的花。哇！安尼哦。所以花粉真营养。真正是小蜜蜂嗡嗡嗡的。所以讲食花粉是足营养的。嘿。哦，这就是蜜芳，那你看伊骹这就是花粉。哦，我有看到。一般是2粒啊，啊伊无共款的花，迄花粉的色水是无共款。哦。可能有柑仔色啊、黄色啊、白色啊、乌色。啊，咱要来食这咸菜的花粉。咸菜。好。啊，即摆要安怎处？先甲伊喷盐。嘿。好。先甲喷盐。来赶走。这个口角就是咧出花粉的。嘿，有看到遮无？遮有一个坑。哦，这个坑。伊会遮落落去对无？嘿，啊，这个坑就是照蜜芳的产位，哦，落去做的哦。啊，伊的照因的大小，啊，因的位啊2过安尼。嘿，2过了后花粉就会使落落去。嘿，伊骹点落花粉。花粉就是咧拖内底啊。柑仔色、青色，所以伊采50-60蕊花，啊，因家己甲做花粉炸转来安尼。哇，这我哪搞啦？嘿啊，而且
即马请恁来食。好，会使现食。来食看卖。哇，这一喙遮多哦。这就是要互你。这水要互我的。对。哇。安尼小小一汤匙，安尼用无用足久的呢。系啊。咱今日安尼进营养。好，来。敢若咧食鸭花呢？嘿。啊，有一个像迄旁边的绿豆糕。对。嘿，咪咪桑桑。咪咪桑桑鸭花，啊，搁有一种就是有香仔的味。你看，恁皮肤拢变好啊！哦，有迄蚕宝宝的迄个桑叶的味道，哇，蛋白质就管呢。哦，安尼我今仔日应该我甲营养师讲，我蛋白质 OK 啊。你今仔暗顿啊食迄就好啊，现在水果嘛免食，哦，因为一粒花粉差不多是一个大冷锅的营养。哇，阮拄则讲这杂料的，我拄则有食杂料呢。暗顿就是安尼。啊，即马花粉食，咱就爱来执行 boss 的任务。好，咱来家己来采花粉。啊，我先教恁来采。好，咱即马先摕粉机。喷烟叶的，头壳公公安尼就对了。啊，咱才会使去轻的放哦，我看到啊。花粉盒啊。啊，伊就会走入去安尼。好来，安尼有分期给我。好。哪个？来，先伫门口甲伊喷的。来。嘿，甲伊喷2个，喷3个，好，放落来。好，啊轻轻。那袂走呢？无紧。啊，这采花粉的盒啊，甲伊轻轻的放过来。豆豆来。你敢有入味？有。过来，搁放较过来。我卡掉啊，有一个。来。安尼就会使啊。哎啦，哦，简单啊咧。来，歹势吼，甲恁照过，哎呦，足乖的呢，啊，拢无人伫咧头前甲我挡路呢。哦，安尼，嘿，我即摆。OK。哦。尿出来呢。哦，这个鸡丝足厉害。哇，恁哪只就溜哩啊？这是卵吗？对，安尼。哦，安尼照细只吼。好，啊，你若咬好呢，咱就是甲放入去这个内底。啊，这内底淡薄淡的咯。嘿，咱这就是水尔，嘿。哦。嘿，啊，放内底安尼，哦，安尼成功甲放入去，吼，安尼就成功啊。嘿，我问一个吼，因为吼这足细蕊的有无？啊，若万不离伤过大粒，咱袂第一届袂咬嘛，对不对？咬一个伊走翘起以后，伊老爸刚来找咱嘛。嘿，对，阮芳拢甲你处理好，但是啊袂咬着着，叫顶甲家叫，闹人甲你跑，对，嘿，无问题，只要你咬成功一只，因为恁初学者吼，嘿，头一摆学，咱这互你成功一摆咯。好，了解。看下面阮都，你咬成功，吼，阮下面就请恁来食这个现捞的黄玲。哇！哎，做事先做了就对了。我有看过有大只有细只的呢，会使咬较大只。咬伤大只无效，我爱咬细只。啊，迄种伤满就免卖咬。嘿，因为伤大只，伊卖讲迄这芳王啊，食了伤大只，嘿，因就袂甲饲黄玲。哇，厉害不？哦，哎，厉害，嘿，足油的呢。哇，这有够细蕊的啦。我嘛有。哇，这个哪去？这敢若卵呢，还袂孵出来。这讲是。哦，你厉害这。你这是卵吧？对，这是。我这卵呢，嘿，敢会伤细？会使。卵嘛会使吗？卵嘛会使。我目睭敢同跑我都对笑。你哪看起来怪怪啊？邦哥，你哪较细啊？安尼两个哪看起来嘛怪怪啊？你哪有两个？阿邦哪有两个？我看你嘛有两个咧。安尼，伊爬起来啊呢？伊慢慢爬起来啊！哦，紧甲藏落，卵嘛会使哦。哦，落去啊，不然。哦，安尼会使。安尼会使，对不对？哇！哦，来，我看这边。啊，死去啊！太细粒啦！这真啊较细粒啊！好，我讲咬较大只。你较细，较正经较细，爱较细粒的。好啦，这真啊足油的。哎我。对，哦，对，细只的呢。你等，安尼我甲紧放嘿，紧甲放讲啊内底。其实嘛无好放。对啊，哎，足细啦的呢。哇，我3只我就一路看老低。安尼我刷来请恁来食芳王玲。芳王玲，安尼好，来玲玲啦。多谢。感谢。啊，像这个芳有哦，
有是啥物时阵伊性地较无好？一般吼，咱像好天的时阵，其实拢袂歹。哦，心情吼，啊，时间上咱讲下晡的时阵吼，外晴风飞转来的时阵吼，较会飞啦吼。啊，你若讲飞转来的时阵，伊会像讲咱咧开芳香，你去阮兜的囝吼，就甲你拼命，给你拼输赢。嘿，即竞到下晡吼，傍晚的时阵，咱都尽量莫去交叉了，嘿，对。对啊，因为阮是听讲你要开始要食物件，阮就来啊。对，这芳王恁恁真够紧时间。啊，我这个来，我开箱吼，开芳香互你看。够水的呢。哦。恁拄只鸟的这个。哦，人造的翁台，哦，人造的翁台，这个是翁台哦，这是翁台吼，啊，刷来我会把这芳压落来吼，要甲压落来哦，伊敢会生气哇？别，你哪有Michael Jackson？你嘛话一声会惊还是会惊啦？哦，啊，咱若要食风铃，要食倒位咧？咱这个哦刀啊吼，安尼甲撩开。哦，啊，白色的，嘿，来，咱白色的吼，这壳掰掉了后，内底有2项物件吼，一个来，咱拄只吼阿芳甲巴蒂吼，咱这放落这个幼米啊吼，头一工吼，恁拄只放的头一工细粒仔尔，3工它长大约300倍。哇！我头拄迄一粒两足细粒，啊，无啥会对安尼？对，咱讲的芳王它。遮大吼，遮紧安尼变遮大只吼，都是芳王奶的这个效果。哦，足营养的啦。对。我即马拿安尼甲食落有无？我都生到200公分。会当，你会当300公，但是你是胃坏的噻。安尼满对。啊，过来咧，咱这用这边甲挖出来，咱这王奶就是安尼。看起来敢甜甜呢。安尼一汤匙安尼落咬。这真珍贵呢。对。安尼数量足少。来，啊，阮这有传这汤匙啊，吼，来一个人咱来食看卖。安娜，什么感觉？酸呢？酸啊！伊是食起来小可酸酸赤赤，有淡薄好，瓦萨米、优酪乳，哦，啊，甲佮掺一寡迄个起司，啥物件甲辣做伙的气味啊。我本来就是足甜的，但是就是尽管300杯。哎呦，300杯哦，敢若迄个幼糖同款。你安尼。来，有吗？挤落嘴的时阵，小可先有气势的感觉，过来愈来愈深，啊，有一点点苦的感觉，了到即马有无？剩的你感觉就是两个吼奶香味，奶香。其实哦，咱这芳王奶对咱的身体就好的，最常听到就是养颜美容哦，保养皮肤就好的哦，还有你笑吼。18岁啦吼，安尼吼，咱就通过这个考验嘛吼，啊，刷来咱的内底，咱会啉冰冰凉凉的芳蜜水。哦，再好，来，唔好甲伊交叉点。好咱吼，谢谢哦，辛苦，辛苦，感谢您吼。继续拍拼。好，来，咱这边请，加油哦，再见。哇，完美下午茶。系啊，原来 POS 嘛是对阮袂歹的。超好的呢，拢贵地咧，这嘛买足贵的呢呢。对啊嘛，就安尼看的。这是甲蜜甲挤出来。哦，你看安尼蜜，有无？哇，滴落有啊。滴落就有啊。规拢溢出来啊！你看，哇，你用手挤吼，哦，你看哇。提较悬，哦，你看，哦，你看啦！唔对，你即摆是要甲我抢过哦？你用你家己的，你每一人一粒你。啊，另外咧，放这柠檬吼。嘿，啊上尾啊，搁放这茶。哦，这高级的，你甲看卖一下啦。啊，我甲3个查甫咧啉下午茶。对啊，安尼。你看你行情偌好，会幸福咧。哎呀，行情偌好诶，颜值搁遮悬啊！你真哎呀，你看到你看到啊。颜值悬，我看这是颜值。我嘛颜值足悬咧，我是我老公。阮这边颜，你搞过来悬咧。阮这边颜值偌悬咧，你看，谁共款咧？你看。而且搁老干会咸，你看颜
颜值吼，来钱看卖。因拄只颜值唔是安尼啊，啊拄只迄个芳芳冷冷落了，即嘛价足好诶。哎，对。哦，够啊！哇！谢谢 Amber 啊。这个是蜂巢双麒麟。哇！啊你双麒麟。人来就好啊，你咧，哎呦，这旁边的这个甜吼，甲一般的糖无共款。对，哦，这花粉够身体呢。对。因为我逐工拢有咧食这花粉。哦，真的哦，逐工食。身体也歹哦，是爱保养啊，保养啦。行走啊，紧会操嘛。对，保养。心爱保养咧。但是你知影我真正属于焦虑型的。对啊。啊，就迄金龙肉个也袂来啊。袂来，我就感觉就袂爽快安尼，怪怪安尼。哎呀，想讲够胖啊！够胖啊！哦，你只大只又过来啊！哦，这活胖诶！哎，你咧陪，搁甲陪几年啊？来啊，boss 都来啊！你继续走。你陪10年好啊？哎，有 M 无？有 M 无？恭喜恁完成第1个任务，无毋对，还阁有第2个任务咧。听讲依然有正全台湾纬度上悬的往来，即阵当着时需要人斗3工，还是讲恁嘛食饱，还阁咧等啥？无想要摕到广告金龙吼？哦，原来唔是遐简单的啦。原来咱武规百包这第1个任务。系啊。啊，还有一个任务。对哦。咱的广告金龙在往来遐，嘿，伊会藏在往来内底。原来是安尼。哎，我介意食往来。我嘛介意食对啊，往来好。但是这个有这更好食啊。对，真正。先甲眼前的享受了啦吼。好。好事人就好诶吼。啊。来，给我打一个，祝贺你们。这爱帮我外带哦。给外带杯。这大片的啊！全部拢是。往来产呢？往来，嗡啊！来，张大哥，豆豆行。哎，所以你这真正会擦哦。好，豆豆行。哦，你有穿长裤？我真擦。哦，张大哥，你莫搁行遮远啊，脚都行。有刺客无？有哦，刺客。哎，唔那敢若刺客尔，这要老岁啊！等下我对你的后壁我拢无代志的。你拢替我挡掉的。我帮你开路啦。你要开路啊！吼。你越怕他，出的越厉害。真的哈。哎，真的，你不要怕他。你越怕他，他越刺你。别惊，比较惊快，用走的，来用走的。我的小腿，你莫搁行啦，莫行去倒。好啦，阮来吃就好啊啦。哎，你这李欧竟然阁有种往来呢？哎，我这种8万年啊。哎呦，8年哦。哎，像诶，一般哦，往来用东南部较济。咱这纬度哦，全台湾上悬，当然咱这上悬。真假的吗？对，真纬度上悬。纬度上悬，往来品种嘛无共款。无共款，咱这是土往来。土往来，土往来，台湾土往来。像伊这地质嘛较无共款对无？比较沙漏石吼较好，伊会后来像天热落大雨了。这涂骹袂使淹水，水会排掉，下水也较好，下水较好，淹水伊就会烂去。伊会烂，往来是惊寒唔惊热啦，愈热愈好食。啊，这宜兰嘛会寒吧？伊照讲起来是宜兰是无往来通啊食，第往来宜兰够雨水，第二个佫天气较冷，啊，但是都单独就咱遮吼，咱遮四面拢山包围了，好怪啊！多你这地形，安尼适合种，山甲保护起来。张大哥足好奇，阮博士叫阮来遮甲你斗3工，是要创啥？对啊，哦，咱即摆吼来学功夫，学功夫，咱这往来无买吼，无买，我无要甲你买啊，啊一条偌济？无买溜啦，买溜你甲哦，这是往来买，这是往来头，对，往来头4月尾吼。头较甜，尾较无遐甜。哎呦，所以往来头伫下骹，啊，所以往来是安倒咧发起来咧。咱来甲念掉吼，往来老尾的时阵吼，往来这个尾吸收伊迄个营养啊，慢长去。哦，伊的养分会为遮来。但是为什么这是红色的？啊，这是？无，迄个较色啊。哦，较色啊，哦。这像这还未开花，安怎算开花？就是这安尼红色，这里就是花。哦，哎呀哇，紫色的是花，我第一摆看到呢。系啊。往来每个里面都有开花。
哦，你若无开花，你小红来吼，内底一点乌，就代表迄个花开无起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有啦。有红来有迄乌点啦。对，啊，但是吼，红来普通照讲啦，98%、99%拢会开花。好，所以咱今日任务就是要学挽尾嘛。对。亮尾甲缩尾，亮尾甲缩尾，缩尾，来教。我这条较大就是挽尾。来，你这挽起来就安尼，这个挽起来吼，来。来挽。安尼只。哦，安尼有亮尾啊？简单。哦，这条杆会使袂使？可以买使，你个连买使。念落，念落。哎呦，会使吗？诶，可以。切切呢？切切对。那就好算的呢。啊，缩尾。啊，缩尾就是讲来，这条吼，将个缩起来，来，这几个就扣吼。是安怎？恁这是用缩的啊？像南部用地帽啊，对无？对啊。啊，咱这帽啊，就风就飞去啊。哦，因为风透啦。哦，所以你要甲伊的叶啊，甲包起来，敢包肉粽的。啊，然后咧？啊，然后来。啊，你这啥？我就一半收啊。这个剥了，安尼扣起，安尼扭起来。安尼就好啊。简单呢。我简单好来，这落你。简单好你来，你来。我来，你来，往来，你来。一个一个扣啦，一个嘛吼，一个嘛吼，卖赶紧嘿。你迄别人的啊，甲弄走啊。别人帮，啊你照过一个，照好食对人听吼。你这一看就是迄雨伞吼，收了你拢袂真济甲扣。对，迄款的。对无？无甲顺伊的向安尼，你看歪看边个插出来，你看，你看。哎呦，无简单呢，无简单呢。啊，你扣一条，扣一条你外口，来，啊扣一条吼，来，你看吼，安尼来个甜咧。哦，来，这条都要扣上面顶吼，你再个扭起来条啊，安好啊。哦，上尾也有一条伫外口，在外口，啊，这底下放起来。我拄才角度看无到。我两个来，这部你切过来。好啊，照顺时扣吼。照顺时扣。啊，你的锁啊，互你包起来啊。锁啊，在内底。啊，你讲倒一条扣伫外口？这条啊。这条哦，地上外口。这条来扭起来吼。哦，为啥撑过？撑过安好啊。哦，免拍干，免安好。比较手甲穿过。哦。嗨。哦，足切呢，厉害厉害。这边那把好多看得到。我那个洗过，洗过来。哦，水，安尼水。有啊。哦，洗得袂歹。袂歹，安尼大家拢训练好啊，一人紧一条啊，你好一条就好。2条啦，2条啦，我3条。哎呦。互我4条，我拔1条就好。好啦，那上班。我来试一粒。安尼使啦，会使哦，可以。通过，安尼1、2、3，我拔3粒咯。好，安尼使。啊，我拔1粒。啊，你无去帮人摕4条，敢是？啊，可以换。你哪来讲？哦，我人收起来。哎，叫我发现呢，真正袂使安尼。我甲人收起来。哦，你就摕别人就好啊。大家来叫红来，哦，这汤来哦。哇，红来，多谢头家。品尝一下哈。凉下来，请。足甜的吼。来，张大哥。袂挂喙齿。袂挂喙齿。袂挂舌啦。袂挂舌啦。袂夹舌啊。夹舌啊。挂手指。袂挂手指是，你结婚啊嘛？袂夹舌的垃圾啦。袂夹舌。袂夹舌，我就是要垃圾。你问张大哥，我一个边诶。有影无？好食，会甜。会好食咧。有迄蜜香呢。汤来就食咧，伊有甜有酸有香。哎，你若往来无酸度吼，就无迄往来味啊。哎对哦。哦。咱即摆啉这吼，是叫做往来皮啦。往来皮？往来皮？往来皮唔是用蛋条吗？不，往来皮比往来肉较营养。哦。是啊。我唔知影。往来皮摄入较济啦。哎呀，哦，有影是安尼，有迄个
加素的。加素的哩。我头一摆啉这旺来配食，好啉啊！哎，其实有淡薄仔参像迄个旺来醋。伊偏起来有芳开，啊无遐尼甜食起来哦，啉了你就是要续杯啦。对，就跟它凤梨汁去糖那种感觉。对，半糖。老公。啊，这力量就好。哦，安尼无我身体方便，无啦，阿妹啦，无你看你紧，你是鸟啊，肠啊是直的哦。你是海参哟。咱今晚目标，咱是要来食红来尔呢。金龙啊。系啊。啊，金龙咧。来下红来，看谁较紧的人，再听。跟我比赛，跟你比啊。甲谁会比会过你啊？安尼可能干那你会使。你安尼，你来不甲伊比唱歌？对吼，我恁两个做伙比看嘛。比下红来安尼好啊，看向手速较紧。后计安尼比无公平啦，你迄目睭安尼扎起来，你安尼笑，安尼较公平好无？安尼手会好去啦。安尼我用电棒啊吼。电棒会使。会使吼。准备哦，来，开始。准备开始。哎呦速度差不多。哎呦，你这无清气的咧，你较细腻的啦，你两哥较细腻的啦。你笑啦。袂啦，你唔免紧张啦。两个的肉拢甲红来肉拢切掉伊啊！我手嘛切落啊。无啦，你后壁无清气啦。我清气啊，咱袂清气。哇这。无啦，这个是叔叔啦，后壁啦，后壁是叔叔啦。对啦。你较细腻的，你的手就恐怖。你放心啦。阿鸟喂哦，哎呦，刚时阵啊，有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哎，等下要搁切啦呢。啊，唔过你，你较细，你的手较细腻。比出彩速度，即摆比出彩速度。人给你等啊，人给你等，给你。哦，来，哇，来啊，技术来，哦，技术来啊。哦，你今仔就是要赢呢。无啊，因为咱无用规工啊。对啦，爱甲拼落。好，这条我食。好。安尼有赢吗？伊是安尼吼，安尼。无认真。这来讲啊。这个林边食吼，这下无过。下无过啦。下无过食你食出的家己。较乖咧。安尼有赢吗？安尼无算赢。无算赢，无阿胖。无，不是，卖下红来啊。凤梨拳。哎。比如讲，旺来啊，旺来，啊，搁有啥？搁爱想啊。好食。啊，搁一个。啊，搁一个。来啊。哦好。来啊。无啦，来只耍，来只佚佗。旺来啊，好食。你设计来去头家。设计来算的啊。对啊，无共款的嘛，少年有少年的思想。咱试看下。好算就好。好加多石头瓜，吼，你赢。啊，你买币哦。旺来，好食。旺来。你爱比，好食。你好食嘛，好食。金龙牛给。温雅。郑温雅。来，这个这上面。好，来啊，头家讲完啦吼。好，来拍开啊！我真正唔敢看。先莫拍开啦，我感觉我后壁可能佫会用到。好，最后无法度变的时阵，即卡就会使出来。无焦的时阵才拍开。所以先甲藏起来。哦，先收后起来。壁使用。好，今日算圆满啦吼，啊感谢迄个头家的交代。头家谢谢。我跟你讲，即摆暗顿已经传好啊。传好啊，差不多吼。我甲你讲，阮这组的暗顿，大概拢足好食。足青菜的，真的哦。对，真正。苗恁失望的。袂互你失望。行。好，安尼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对，多谢，来去。谢谢。哇，来吃。袂动啊，什么腰死啊？是倒无啦，有切草无啦？水，这就是咱这组的好处。互阿胖看得清楚，这应该比雨山迄组较高级啦。哦，恁大家知影讲咱迄个变态的迄个 boss 有无？嘿，哪甲咱苦毒，哪甲咱折磨，嘛是哪甲咱安排啦。爽听哪听哪爽，互你生不如死。等下，我先介绍哦，今日这个
今晚咱台面头前今晚，这往来牛肉面。哎，往来参牛肉面才特殊哦。你等下食你就知，这气味足特殊的。这出菜这啥？这盐风吧？这是咱这圆山遮的这个抓水吼，是足清足赞的水质。啊，这内面饲出来这个鲈鱼。 啊，用北皮香蕉啊，来熬盐。哎呦，这熬盐要靠。哎呦喂啊！这用盐封的这种做法哦，会使把这鱼的香味拢锁在内底。原味哈，原汁原味啦。哦，你看你看。啊，你好哎呦！哎呦，往来呢？你刚才听你唔共款，我看。哎呦，这肉真啊白小小，你看嘛。哦，足够的。哦，你看，又绵绵松松，都无迄个土味，无土味。臭土味啦，吼。鲈鱼，你甲食伊的肉质足油的哦，爱用上清气的水落去饲啊。哇，好食！对个水质足讲究的。你翕嘛足甜的，哇！哦，爆掉啊！啊，即摆你手旁的这吼，这纯龙鱼哦，这摆拢鲟龙鱼，这纯龙鱼。啊，这牛奶控的汤头。哇！来，真正会使爆火。直接落吼。直接落。鲟龙鱼是圣公活化鱼界的活化石啊。对哦，伊敢活足久啊。对，伊同出名除了是肉，一定是爱用足清气的水才对。爱活，爱迄种在山顶山抓水。安尼只青草朴素谢谢哈。谢。感谢。你来咧用白。朴素。因为伊是新啊。用白敢怪哈，用讲的就好啦，谢谢。啊，但是无通啊，互你安尼爽啦，咱哪食咱哪会讨论今仔日咱接到的物件。哪食咱哪会讨论今仔日咱接到的物件。第一饮料，要做什么饮料？用澳油来变化。饮料哦。啊，个妈妈在创伊的料理嘛。对。咱做这两项，啊，搁要拍做影片，这三件代志。对。对吧？奶盖就是咸的，恁知影奶盖无？奶盖我知影。咸的啊。顶悬迄站。迄不是奶吗？迄奶吗？迄牛奶吗？气死哦。嘿。我讲想到，因为我有去捌去迄落龙岗的米干节。啊，伊遐有迄个类似磨沙迄款哦。哦。你咧食时阵，伊是鲜奶油、牛奶落去哦，但是食起来小可有咸味的。但是迄算甜品的，迄算甜点。对，迄嘛口味嘛较特别。澳油伫迄个一般咱咧食串边有当时也卖用。对啊。对。啊，是嘛无讲足稀奇的。无讲介特别啊。对，啊，较特别吼。因为其实今日食因用迄个麻婆豆腐，我感觉嘛足厉害。系啊，伊拢研究迄个中式的料理。中式的。啊，咱若方向，咱该来做西式的。但是西式唔就是意大利面啦？啊，披萨啦。哦。hamburger 嘛。包咧鸡翅内面，像迄明太子。哦，对。啊，是日式的。应该无法度包吼。会烂去咯。无法度包。啊，毋过我感觉澳油出现伫披萨顶悬足厉害，因为即摆足侪披萨吼，就爱做迄种足奇怪的口味。啊，前一阵仔人咧用迄种什么鸡糊啦啦。鸡糊啦嘛，我就无买着嘛。嘿啊。足恶诶，我。所以讲少年人。即摆食披萨已经千变万化。千变哦，你披萨内底无皮，啊，干那外口迄面，嘛是拢凊彩做凊彩食。嘿，而且披萨会使嘛先熟嘛，熟了后摕出来，澳油入去，啊上尾可能3分钟、5分钟，对无？伊会使过烘，啊，佫袂化去。嘿。安尼会哦。啊，你买我想到啊，那是掺咖啡咧。啊。咖啡站，因为蹦出新滋味。我伫宜兰有熟识一个咖啡厅的头家，我明仔载先去甲伊参详看卖，讨论看卖，联络看卖咧。反正伊会当想法。对。其实咱想啊袂歹，但是袂记一件代志啊。啥物代志？我阁有一个物件呢，我还袂摕出来呢。对啦。对无？咱的金龙去。金龙没有去啦。嘛是要看一下啊。对。朴素的想法。啊？就跟咱想的差不多。披萨嘛。赶快啦。啊，沙拉。
哦，切菜，切菜，对无沙拉？因为即马大家注重饮食啊，凉的啦，烧的，练身体啦，练身体去食菜对身体好。但是伊拢用话呢。对吼，拢用话。话有啥物意思吗？因为你看安尼用话，看起来较好食款。较高水，对无？比你用字写的佫较有感觉。应该是讲吼，这个菜单伊是会使留咧，会使互伊传的。啊，因若是讲因这澳油的店面，要互人客食这，啊，因就会使用菜单啊去点菜。所以讲咧，这会使宣传，影片嘛会使宣传，啊，恁两个拢会使宣传。哦，因为咱影片是要教人安怎做啦。对。哦。安尼我等去想看卖要拍什么影片，我做一下功课。好。找迄类粉丝，咱明仔载用上简单啊，大家会使随学起来的方式，会当理解方式。上好用第一影片吼，咱看看家己就去试啦。对。哇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安尼放心吗？放心食饭，放心食饭，这顿食了有价值，对吧？哦。底家，叮咚叮咚，丽丽，同志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我来啊！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甲你讲，因为有困难的代志，就是爱来找你，就是讲吼，我有一个任务，啊，我要行销澳油，啊，因为我去互分配，就是创意的饮料，啊，我就随想到你，我想讲你遮吼水水芳芳，啊，咖啡足好啉的，所以讲我是想讲，敢有可能甲澳油甲咖啡结合起来？啊，因为阮昨吼有先去即个种这土旺来的所在，啊，所以我有炸来吼，啊，佫有饲芳的所在，啊，我有炸这蜜来，啊，你感觉吼，阮会使安尼看会使安怎做结合无？应该是会使，应该会使。啊，因为我会记你是不是你店内本来就有一杯敢若足亲像的饮料对无？嘿，就即马真流行的西西里冰酿咖啡。哦，西西里冰酿咖啡甲这概念足共的吗？咖啡甲迄水果的味都是正咖啡啦。哦，所以咱会使做看卖对无？伊澳油伊是一个口感，嘿，啊，迄本地咖啡就是一个香味。应该是蛮会下啦。哦，安尼我有放心吗？无，阮来试看卖啊。好，来。你原本迄口味是啥物？我原本的口味是夏威夷口味。夏威夷哦。夏威夷。夏威夷。夏威夷夏威夷不是鱼啊哟。夏威夷。嘿，咱披萨内底有迄欧油剂。嘿，这已经画好啊，嘿，画好啊，嘿，甲寄放在这个迄面团里面，嘿。好了，因为咱主要就是爱想讲咱广告 start 的这个口味，所以咱做一个甜的啊，一个咸的，好不？安尼两种咱来试食看卖，倒一个较好，看接受度到倒位。对。好，安尼这面团互恁烂。啊，我来切水果。好，来面混，我们就一个要整形一下。整形，我两个拢需要呢。我是甜啊加油，啊你是爱用干啥？我是贵的拢爱。你有白皮刀无啦？我是贵了头拢要换掉。等，你有白皮刀无？这支袂切你啊？这支刀啊是加金界，有较长的无？我这个头啊，对。安尼你拄仔一直讲是要食甜的，对啊，甜的你要放什么料？要做什么？我就是想要放迄种足侪迄种，因为我最近拢做养生的，想要放水果啊甜的安尼，旺来嘛足侪，但是冷果嘛足侪，旺来就足甜啊。对啊，我要打薄。但是你若是养生有无？你应该是放青菜啊。这无啦，全部拢做青菜啊。迄人做。我要看水果塔，啊，像我这披萨会使做一个台湾的形状，搁较厉害，对吧？啊，你做一个台湾哦，香安尼想着讲，哦，搁会使用迄个台湾的形状。啊，那你哪只巧安尼啊？我哪会只巧？哦，试看卖啊吼，你看，这吼顶悬搁有鼻头角吼，富贵角，北部到
上南端。咱即马咧做的时阵是咧食。宜兰差不多会食，宜兰会食。啊，这个雪山山脉、中央山脉、海岸山脉。安尼我有你约，这什么意思？你做一个台湾的嘛，啊我做一个这什么馅？这什么馅？哎呦，这讨厌啊！你来好营养啊！我是讲爱台湾啦，爱台湾，我想我结婚啊你哦，不是爱你啦，讨厌啦，一个心哦，一个心。哇，你有咧认真做无？有哦有哦，啊你有认真食无？你做迄啊有啊，我最认真咧切的啊。我即摆爱下料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下什么料？我帮你做。我来看吼，我看咧，想啦，想啦。啊是你要全部拢吧？还是一半，各半。好啊，我去看卖各半。我这往来吼，要用。该规拢塌起来，就亲像咱中央山脉同款，葱仔是丝丝啊就好。好，来完成。啊，阮当时要放蚵油。最后要起来的时阵，搁加起司、加蚵油，搁加一刷落去。哦，你蚵油袂使烘伤久啊。对，好啊，所以安尼就是算是会使啊吼。对，咱就先进烤箱哦。烘偌久啊？好。烘15分钟内底。对，咱等下看。肉嘛要烘好熟啊。肉这就好现食。做完了迄西西里冰酿，用伊的做法，好，按来改版，安尼较紧。哦，好。咱就来试看卖。好，安尼。第一步，咱先放咱的蚵油啊，100公克，对。有一个比例。嘿。这蚵油啊，它先甲伊捞散，等者较好啉。好。嘿，对。所来，阮迄往来汁。哦，这往来我帮你倒。嘿，这泥糊往来加柠檬去拍汁，爱80公克。80，所以。咱先归零。好，来。80。差不多就会使。喂。好，安尼搁加冰角3粒冰角。啊，为什么是3粒啊？爱淡薄仔冰，但是莫伤冰。淡薄仔冰，但是莫伤冰。对，无伊像我就是淡薄仔古水嘛，莫伤古水啦吼。我迄冰角稀释也烤味啊。我刚刚发出猪的声音。好，过来这冰糖，嘿，加15公克。好，爱归零。哎呦，哇！差不多就好。因为迄阮的西西里冰酿咖啡的做法是加柠檬，但是即摆咱爱做用化迄泥糊往来的口味嘛，所以阮就加这往来来整者。好，甲煎落，煎落，安尼。对嘿，再搁一块。好，安尼。嘿，对。来加阮咱的迄咖啡的部分，这嘛爱归零。咖啡的部分爱加70公克。好。我来较一点啊。好。可以点管。安尼一汤匙。嘿，一汤匙。好。上尾就加一个柠檬。一片。嘿，一片。可以点管。嘿，安尼就完成吗？嘿，安就完成啊。哦，好。那呢，我即马来试啉一个，先拉拉咧。对，有一个口感，但是我感觉减一味。可能伊是迄咖啡的味较重。对啦。咖啡味较重啦。因为阮都是用迄冰滴咖啡，伊的咖啡味都是有炭烧的口感。啊，有。嘿，伊往来的味是较后面。对哦。安尼是我唔对，我袂晓啉咖啡。
好，我决定啊，我听你的，因为你是专业的，我唔是专业的，所以咧，我这嘉宾听你的建议。啊，然后咧，我即马阁有一个上重要的代志要做，就是我要请你阁做一杯，啊，然后互我翕起来，嘿，啊对，啊，互阮去做成影片，啊，甲加出来安尼，好，交互你啊，啊，我这阁啉一喙，开始。烧，就芳的我来。哦，往来，哇，足水的呢，咱来做个试食看卖。这个你拄则做迄个台湾的迄个台湾啊，中央山脉往来啊，咱吼连面就来食看卖，倒一个较下，啊，咱来投票啦，看要投一票安尼。对，各一项灵魂，澳油记，来，压一个，这就是咱今日的特色啊。来哦，蛇，蛇形刁手呀。对啊，我你看哦，那你较好食吗？绝对较好食。哦对，真，我来使食。哦，足芳的呢，这往来也袂歹。对啊，我感觉往来放在顶管就适合。有酸甜，啊，搁有这个往来的旁边，啊，搁有炼乳哦。巴力，你这我真正像你讲的吼，甜哦，足养生的，足健康的感觉。啊，我是食我家己的啦，我倒一推落去，真重，哇，就有10斤啊，较高。哇，我来试一点。我嘛试看卖你的。你甜的内底掺啥？我今日内底吼，就是水果、瓜，哦，节瓜，下青椒，啊个一点仔的水果泥。哦，水果泥，哦，你用迄个气味，你讲，水果泥，袂歹啊。伊这食起来较无披萨的感觉。我啊咸的这边，哦，这边有培根，有培根，啊个有咱在地阿上。啊，你有放豆油哦？迄个澳油吼，浸这个豆油，这厉害啊！食起来敢若有迄种照烧的感觉。对。食了了啊！咁冇食了啊！哇！下班啦，来走。无。啊紧啊！决定。啊选票，因为咱选一种的，其实大家拢足好食啦，只是咱爱想讲爱适合观众朋友。我这票先互阿鹏。为什么我嘛爱食肉？袂歹，啊，我讲你这个创意袂歹。对啊，落去浸豆油，对啊，袂歹哦。哦，唔知会妨碍我的健康无？我是唔知啊。应该是袂啦，因为嘿，莫定定食着，莫定定食，你要甲教，你就好啊。恁哪斗，恁哪想？迄个巴蒂的口味，较囡仔啦，后查囡仔啦，吼。较会介意，啊，搁一点，伊个食起来较健康啦。啊，我感觉伊迄创意袂歹，但是我真正足歹想的，迄真正爱有创意，爱有想法，所以我。我感觉伊迄创意袂歹，但是我。真正足歹想的，迄真正爱有创意，爱有想法，所以我是会爽我家己。我要去就摕来，我要讲你讲哦，安尼歹势啊！你讲东讲西，叫我讲你水的是家己。哦，好啦，我是感觉健康较重要。对啦，哦，安尼就决定用巴蒂 idea 来做。感谢。安尼好安尼咱连面就来拍一支迄落台湾比赛。食谱的影片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水，水。
来，一、2、3 ，start。稍微烘者吼。等下。所等下去。会使入来吼。会使，你拄好时间紧了好。动啦！欢迎。啊，有找阮的咖啡啊啥无？对，我要甲恁讲，这创意的饮料来啊！哦，你去研究饮料吼。哇！这杯看起来足好啉的感觉。澳油，内面有掺澳油。本尊CC里营养咖啡去改良的。去改良的。哦。咖啡安尼啉真正无共款的，因为我逐工咱咧啉咖啡的。无，你莫当做你咧啉咖啡，但是有咖啡风味的饮料。对。咖啡口味的。咖啡口味。当然，咱的主角是澳油嘛。你若讲，你莫甲我讲这是咖啡，这是澳油饮的时阵，吼啊，咱嘛有当时啊莫讲破，咱号名佫留啊变巧一个，想一个佫较有趣味的名，吼，啊，迄杯啉起来就赞啊。阮的披萨。披萨。好，即马就翕迄个澳油起哩，够。安尼就我来扛哦。对，你来扛咧。澳油好起哩。安尼够有哇，水。安尼使入烘炉啊。应该好啊，水。烧哦。翕了后咧，巴蒂就去蒸蒸。你去加片。嘿，你去加片。但是阮遮收的。咱来收尾啊，手紧来。安尼应该无其他想法了，一个披萨嘛，一个饮料。饮料。但是我感觉安尼就是伤单调呢。啊，你搁伤单调？我感觉吼，咱再搁想一项。你要做个而且是大项的，哈头的。大项哦。派头的。嘿，头家看了会满意的。大项有啥？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啦？我感觉你想法。你一定有想法。对无？你莫偷笑，是啥物咧？我想法啊，咱等下来讨论一下。好，安尼恁讨论。巴蒂，你先去加片。好，我去加片。你做你无用。你做你无用，啊，阮做阮无用。我搁找音乐，看镜头，足侪。好，啊，我加你加油啊！好。拄则讲吼，你要甲阮讲一个秘密，你要准备啥？我即摆甲你讲，当咱要做澳油火锅。你确定火锅会使安尼配？嘿啦，澳油是主角，火锅是咱的这个呈现的方式。就说做咸的无唔对呢。对呢。还是要做迄个羊肉卤口味，牛马肉的。恁拢唔免想安尼济。哦，恁听我的就对啊。咱做火锅绝对甲人无共款。安尼哦。相信我啦。相信你好啦。相信老师我啦吼。咱头一步，嘿，咱洗澳油，恁会记安怎洗？会记哩。会记啊。咱教拢会记哩。好，咱第一步先来洗澳油。好，我这有传一寡这个秘密的武器哦。对，这是色嘛。这食用的色素。色素。所以咱要来配色，一开始煮啊，一点点啊，伊可能就变色啊。哎，偌敢落盐，哎，有啊咧，有啊咧。我一煮啊，尔。安尼我搁一煮啦。像安尼我敢若伤济。安尼无够。无够你搁掺啊，无紧。哇！哦，你的红有红。你安尼有水无？我真正一点点嘛。哦，安尼我感觉我安尼会使。哦，有啊。真正无想过澳油会使染色，即种有赞，因为染色了后就敢若阮伫咧夜市啊食迄果冻，伊就敢若亲像迄共款。啊，但是无阮这天然的哦，搁较赞的。即摆咱第一阶段的成果要来发表，好，咱这挂拢甲拍开。好。哇！有啊，有水无？哇！你看，买一个。足水的色。哦，咱这有水。哪只唔拿安尼尔？收落来诶。唔拿呢？咱佫有传足侪水果嘿，足侪果子的哦。这要落放咧火锅内面，咱刀片哦。啊，我就看伊摕干冰夹入去。吼，我随知。就是要食凉的嘛，啊，因为迄干冰的烟走出来有无，就亲像火锅的迄个烧的烟走出来，吼，啊，不哩啊巧呢，互伊这老乌哩。咱等下要来找头家，好，咱要报告的时阵，咱要报告要提案的时阵，咱这放出去，咱现场煮，头家应该会满意吧？好，我知啊，我即摆来分配吼。好，啊，你去休困，我去休困，巴蒂姐姐。
我拄则去遐看，已经蒸啊差不多啊。就已经诶，骹手有够美咧。其实足够诶。就过来啦。哦，来看一下巴蒂啊，处理安怎？好，咱来看卖。巴蒂。My friend， 哦，辛苦啊，来。别，哎呦，感谢。哦，我即马过吼，哦，烧烫烫安尼啊。你咧做行过的时阵吼，足认真诶吼。领导诶。嘿，啊，这帅度吼加10%。哦，对。本来60分，即马70分。我想讲本来20分，啊变30分。我差不多整好2支啊。哦，是哦。对。先互你小看者。看一下。嘿，就差不多安尼。短安尼吼。这就是即马少年人上爱看的电影片啊。对。按透过这种的方式来介绍，少年人就有兴趣啊吼。因就会使家己做。安尼看好啊。我们先来去报伫迄个会场。好，你加油。安尼，平分2路。好，加油。好，来。哇！这绝对要拍波一下。完成啊！今日咱这个广告 start 公司咧要正式的来搞阮这个蔡档的，啊，还有营营小姐来报告阮这2天呢，在遮想的创意，啊，还有想法。咱这个蔡档的营小姐，您好，我为大家设计吼，澳牛实景蔡冰糕，还鸟话哦！你刚看这个形体吼，看起来敢若烧的对无？但是伊是冰的，这顶吼一定称的，嘿，对无？一定约度的，称到了袂掉。对。啊，阮内面的食材吼，阮就是安排吼，蔡档会教阮洗澳牛无？啊，阮咧洗澳牛，阮想讲加一珠啊，这种食用的这个色素来，好啊，做无共色水的变化，啊，搁套揽着咱这个即马当钓时的水果吼，好，你看啥物果子钓时，你就揽啥物果子，啊，落去做变化，安尼，因为我知影讲你有足侪即个游览车会来，我有知影大人囡仔规大桌，啊，一人一碗可能嘛无够贵，一届甲做一鼎，做一大鼎安尼吼，安尼嘛较好卖上。所以讲来的人客看到这鼎，哇，就欢喜啊！啊，咱看爱较细料啦，较一细碗安尼啊。咱就哪食，蔡冰安尼啊。哪食哪享受啦。来，蔡冰来掺一寡，足圆满的，而且澎湃。哇！啊嘛足营养的。对。好。刷来吼，因为头一届来遮，阮才知影讲澳油其实会使用烧的这个代志，所以呢，阮想要甲这个观众朋友，啊，佮大家教讲，安怎去分辨天然的澳油，啊，无天然的。对，所以呢，阮就先用这道菜呢，非常的厉害，就是为迄个因迄个原本的披萨去发想的。这道叫做澳油台湾水果披萨。哇！咱台湾的水果是全世界上有名。是啊，阮是挑过用这种敢若台湾的造型嘛。哟，看起来点头啊，面色敢若算会使吼，点头。食枕头啊哦。对。啊，头家，哦，真清爽啦吼。有时有咧点头，但是目睭流了变化吼，留点头。恁老大食，咱搁好继续看影片。对，收落来。
是啦。披萨想要互大家看了影片了后，转去会使家己做嘛。所以阮这个有即个说明书啦，是这吼，你若买转去了吼，拢会附。啊，你就看这安怎做，有一个顺序啦。啊，你若是看无吼，你会使搁用影片来补助。啊，那即马讲了喙焦，要互头家啉，看喙焦凉，啉一下凉的吼。哦，这两杯凉厉害。西西里冰酿咖啡啊去改良的，伊有直接加入这个乌油，刷落来咧就爱加这柠檬加黄来，最后咧豆豆加这冰酿咖啡。嘿，我感觉主角是乌油。 所以伊爱学做乌油饮，乌油饮。啊，咱无一定爱讲有咖啡，但是啉的，有迄个咖啡的风味伫啊。往来冰块乌油饮。蔡董，你有感觉啉了吼，比迄个珍珠奶茶更较好啉无？这当然更较好啉。我这个吧，你个比我厉害吼，哦，你今仔辛苦啊，我足感动的。你若要做几啊种的料理，把你今仔甲所有的料理拢做出来吼，今仔感谢你。谢谢。但是因为吼，阮制作这个物件主要是要互大家炸两片嘛，所以乌油饮阮共款嘛是有拍一支影片。对。哦，那这个影片嘛，来为你奉上一个。 酸甜啊，酸甜吼，冰冰凉凉，啊，佫会芳。吼，这乌油饮嘛是当啊特别去甲因遮的朋友去请教、配方，吼，甲伊讨论讲要安怎做，才有这个特殊。拢足介意的，这种特殊就是咱宜兰的特产。对，啊水果，哎，啊佫有迄旺来，哎，加了就很清爽，哎，就加了佫会饱。对，健康。有的人诶爱食饱嘿。 啊，怎当个啊？到今嘛吼，唔知你有啥物感想，啊是有啥物建议，拢有使甲阮讲。是。今仔首先感谢恁四位，遐尼用心的制作这个产品，这个产品拢代表台湾的产品。哦，今仔恁足用心的，比我职业的人做的更较好食。无啦，感谢。后边有迄机会，我同拜托恁来个再次来甲阮帮忙。哎呦，谢谢你们，多谢恁足用心的，我看得到恁用心，我足感动的。你有法度甲乌油变出这么一个产品出来，再次甲恁谢谢。感谢，蔡蛋有关系的吼。那呢上重要的，哎呦，这时间真正足恐怖。来，拍者我讲要甲你借位啊，甲你借一下位。借一个位吼。哦，大概嘛是爱听迄个啦。紧张啊，对啦。紧张的所在。哎，从你心中的这个想法吼，化为金鳌奖，来甲阮鼓励一下。对，手头有5个。啊，一个就是10分，10个就是100分。莫有压力，吼，你就轻松，看你要互几分就互几分。啊，你藏的时阵，我嘛拢会看。对。你这人强有没有？哦，真的啊，假？20分，足紧的哦。30分，莫打东啊！是20分，冲过去。得满分啦！感谢蔡董诶，感谢你。哇，蔡董诶，你真甲阮足大的鼓励咧。系啊，今日感谢恁，今日感谢恁大家辛苦啊！恁有法度同我，佮甲你讲一遍，恁有法度同我制作遮尔好的产品伫遮，好介绍大家知影，乌油使食烧甲食冷的。今日再次甲恁感谢，大家辛苦啊！无来，还有我会使佮打。哎呦，加2000分。
莹莹就麻烦了。刷来破口的莹莹哈。大米露，哎，我来讨论哦。各20。哎呦，30够有无？够有无？40。哎呀，90分。你有啥好嘅？阿丁，真正要我满分吗？哎呦！但是我相信哦，以莹莹的手艺吼，一定会当互伊搁较加分。哦，那照这个想法落去，搁去变巧，一定会搁较加分的。啊，是安怎两位会互阮满分？对。哦，恁发团帮做这个料理，啊，事实嘛足好食的。这我无黑白讲哦，无黑白讲，足好食。都是凭良心。对，凭良心的，系啊。啊，这物件拢恁的啊。对啊，一定好食啊！我开发这的产品出来。对，凭良心讲，你的物件赞。阮是甲恁重新包装，啊，重新做呈现。对，啊，特别来甲你制作的时阵，就食一碗迄个。哦，安尼就欢喜啊！哦，规工拢有够饱。只要来就食。对啊。这终身免费。谢谢。哎呦，刷脸终身免费。用酸团嘛，爱终身免费哦。这几工安尼蚵鱼食起来，吼，大家拢健康起来吼。对。就是因为阮看到恁的料理。带互咱惊奇的感觉，所以我嘛想要摕这个精神，继续互大家。对。哇 ，surprise！ 原来蚵油会使变安尼，变安尼，对不？因为本地就是好面啊，所以你要安怎变拢会使。对。哦，好。真感谢，谢谢。果然无互我失望，这摆恁甲影片翕甲真趣味，佮充满知识性，甚至佮甲蚵油创意的料理。发挥甲这尔够开，好民众会晓家己伫厝里做。希望有更较侪人会当借由恁的创意，认北台湾特有的食物蚵油啊！对啦，唔通袂记你加炸我转来公司互我哦。